Forma Data Management Essentials 而家已經包含咗 AutoCAD 嘅獨立訂閱入面，將基於雲端嘅專案數據管理直接帶入大家熟悉嘅工作流程。呢項包含嘅權益為雲端管理嘅 DWG 檔案提供咗集中儲存、版本歷史記錄同埋存取控制。透過 AutoCAD 2027共享圖紙，而家可以利用先進嘅協作功能去支援並行工作、改善協調，並確保儲存嘅 Forma Data Management 入邊嘅雲端管理圖紙安全。只用檢出功能，其他用戶可以檢出嚟佢需要修改嘅特定幾何圖形等唔同嘅參與者可以喺同一個檔案上並行工作。編輯係喺一個隔離嘅編輯環境入邊進行嘅。完成編輯之後，你可以將編輯內容作為追蹤，提交以供審核。一旦編輯內容通過審核，你就可以喺準備好嘅時候，安全地將接受佢嘅編輯內容合併返去原始圖紙。透過連接參考，你可以維持主圖紙同外部參考之間嘅關聯，從而保留儲存嘅 Forma Data Management 入邊嘅圖紙喺 each-ref 完整性，減少手動操作，處理參考檔案時提升效能。連接支援檔案擴展咗 AutoCAD 同 Forma Data Management 嘅整合，等 CAD 管理員可以集中控制儲存同管理嘅雲端嘅支援檔案。團隊而家唔使再依賴可能變得唔一致或者過時嘅本地分佈資源，而係可以存取直接同專案掛鈎嘅標準化支援檔案。網頁版 AutoCAD 而家有幾項增強功能同整合。網頁版 AutoCAD 而家直接同 Forma Data Management 嘅問題功能整合，為團隊管理設計回困提供咗一個更緊密、更高效嘅方式。透過呢項整合，用戶可以喺唔離開繪圖環境嘅情況下，查看、建立、分配同埋解決問題。此外，網頁版 AutoCAD 嘅出圖功能更加精簡，等你可以直接將圖紙儲存到雲端，重新命名檔案，選擇儲存位置，同埋喺下載之前預覽 PDF。網頁版 AutoCAD 而家仲同 FormaBoard 整合，等用戶可以喺共享嘅 FormaBoard 畫布入邊查看同編輯 DWG 檔案，將詳細嘅 CAD 繪圖同協作式早期設計工作流程連接埋一齊，令文件記錄同概念開發以及設計嘅事保持一致。